每一天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5，耶利米书32章40节安尼讲：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，就是无活转离开因，是要赐福予因，搁互因专心敬畏我，无活转离开我。三角来祈祷，要甲阮立永远的约，要赐福予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无改变，公义无偏私，疼痛无转离的至真至疼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话扶持阮，用信心的引带坚固阮，互阮伫患难中无怀疑你，伫逆境中坚心倚靠你，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，愿阮伫你坚固来徛在。主啊，你的心永远是满有慈爱甲怜悯，就算阮软弱失信，总是你犹原用不变的疼来疼阮，引带阮行转来正路。主啊，你要甲阮立永远的约，就是无活转离开阮，是要赐福予阮，搁互阮专心敬畏你，无活转离开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